所以其實問題就唔係你買唔買英國啦，而係你應該係諗究竟買邊一區呢，或者買邊一類型嘅物業，邊一個發展商係最適合你嘅。咁我相信而家啦，2026年咧都仲係非常之適合英國嘅投資。英國脫歐，大家話佢嘅樓市已經玩完啦。咁去到 Covid 嘅時候咧，都話會冧市喎。就算去到前幾年嘅加息週期，好多人話供唔起樓啦，但係其實陸陸續續都仲有好多人入市。每隔幾年都會有人話英國嘅樓市唔掂啦，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據顯示，對上20年淨係講 London 啊，已經有足足3倍嘅 capital growth 啦。我哋香港人咧，正正就係最熟悉英國物業同埋英國樓市嘅一批人，因為其實有好多香港人都已經移民咗去英國啦，或者投資喺英國物業。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點解英國嘅樓市咧跌極，其實都仲係一個非常之穩定嘅投資嚟。想了解海外物業，我係石城 Jayden，陪我一齊放眼世界。咁首先咧，我哋就講下呢個結構上面嘅問題啦。點解英國樓咁難跌咧？主要係有3個原因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咧佢嘅供應咧係喺制度上邊咧被鎖死咗。因為咧英國會有呢個 Green Belt 嘅政策啦，喺英國啦，尤其是係倫敦，佢嘅市中心外圍咧，甚至乎喺市中心入邊咧，其實都規劃咗好多呢個綠化嘅保護區嘅。開發商、發展商佢哋係唔可以喺呢啲地方發展，所以咧導致市中心雖然有地啦，但係佢哋係唔可以買呢一啲地去做起樓嘅工程嘅。再加上咧英國嘅人口增長非常之強勁，尤其是係主要嘅城市啦，即係譬如倫敦啊、Manchester、Birmingham 呢一啲大城市咧，每年嘅人口咧都係遞增嘅，所以再加上呢一個 Green Belt 嘅問題啦，倫敦、英國其他地方咧呢一個嘅供應係遠遠都追唔上呢一個住屋嘅需求嘅。仲有咧英國嘅規劃審批系統係非常之繁複嘅，發展商由申請工程啦，去到真係落地開始要3年，但係如果你話長啲嘅話，5至8年其實都係非常之普遍，所以令到呢個英國當地啦，由發展商買地去到規劃起樓落成咧，係要非常之長嘅時間。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 demand and supply 嘅問題啦。咁你樓唔夠，就算你脫歐、你 Covid，再加你加息，樓市咧都唔會被呢一啲因素去影響。第二點，倫敦咧都仲係全球資本嘅保險商啊，因為佢始終都仲係呢一個全球 top 3嘅金融城市啦。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投資者，佢哋都會將佢部分嘅資金放喺倫敦呢一個非常之安全嘅城市入邊。咁我哋睇翻倫敦最核心嘅豪宅地區啦，即係 City Centre Location 啦。咁其實有差唔多40%嘅買家咧，都係來自世界各地，而唔係英國本地居民嘅。咁呢啲買家就遍佈可能係美國啊、東歐啊、亞洲啲嘅富豪啦，當然仲有中東嘅酋長們啊。咁佢哋都係非常中意將佢哋嘅資產擺喺最保值嘅倫敦市中心豪宅地段。佢哋買倫敦嘅物業咧，並唔係一個投機嘅心態啦。咁佢哋就唔會話博佢有呢個超大幅度嘅資產增值啦。咁佢哋買咧，其實就係保值嘅角度出發嘅。因為英國佢哋嘅法律制度非常之完善啦，大多數都有999年業權啦，所以係一個非常之保障佢哋富豪資產嘅資產儲蓄工具啊。咁好多富豪咧都係中意呢一點而去入市倫敦嘅豪宅嘅。咁我相信香港人都非常之明白呢一種需求啦，因為我哋嘅高資產嘅人士咧，正正就非常需要呢一種資產保值嘅投資產品。第3點咧就係英國有非常之龐大同埋真實嘅租務市場啊。我哋見到其實英國當地啦，大概佢置業嗰個嘅 percentage 係大概60%人會買樓，咁40%人係租樓嘅。咁比起其他歐洲國家咧係高咗唔少嘅。咁當然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本地嘅年輕人佢哋買唔起樓，所以就要去租樓。咁英國唔同嘅大學城咧就係一個租賃需求非常之強勁嘅例子啦。咁倫敦以外，即係一啲可能比較出名嘅大學城，譬如係 Manchester、伯明翰啊、劍橋、牛津、愛丁堡呢一啲嘅城市咧，佢哋每年咧有10幾萬個留學生，所以咧租務需求咧係非常之強嘅。當佢租務嘅需求強嘅時候啦，咁當然投資者都會睇準呢一啲嘅市場而去入市投資，所以咧呢一個教育資源非常之好啦，令到英國本地有大量嘅留學生咧，亦都係維持英國物業嘅樓市唔會冧市嘅原因之一。
咁講完啦，英國樓市佢哋點解冇冧啦？咁我哋當然都非常鼓勵大家去留意下呢個市場，咁睇下會唔會係揾到適合你嘅投資產品啦。咁當然啦，亦都會有一啲稅項喺買樓嘅時候你需要知道嘅。咁主要其實有3個啦。咁第一個就係印花稅啦，需要留意。海外嘅買家咧係要俾多呢個2% 嘅海外買家印花稅啦。咁佢呢一個嘅免稅額咧，亦都會比 local 嘅買家咧係低少少嘅。第二個就係呢一個持有成本啦。如果你係自住嘅話，咁會需要俾一個 council tax 啦。咁如果你係投資租出去俾人哋嘅，咁你就唔需要支付呢一個嘅費用。但係你嘅租金收入咧，每年咧都係要俾呢一個20% 嘅稅嘅。咁當然係用你淨租金收入去計算啦。所有即係譬如你要俾 agent 嘅property management fee 啊，或者係一啲管理費啊，都可以扣除嘅。咁就唔會係大家想象中真係硬掘20% 嘅稅咁多嘅。第三就係都有少量嘅匯率風險啦，因為始終佢係英鎊嘅資產，咁你可能要匯翻做美金或者港紙。咁但係英鎊咧而家都非常之穩定，呢幾年都係大概對1對10呢一個嘅水平。外匯嘅風險咧就唔會話係咁大嘅。雖然啦，我哋都知道歐美國家英國佢哋嘅稅收係會高啲啦，但係英國呢一邊咧佢哋嘅穩定性、市場嘅穩定性咧係真係冇得同其他我哋做過或者你哋留意緊嘅市場去比嘅。所以如果你係揾緊一個比較穩定嘅房地產投資啦，想要一個正現金流啦，咁其實都非常之 recommend 大家去留意英國嘅 market。所以其實問題就唔係你買唔買英國啦，而係你應該係諗究竟買邊一區咧，或者買邊一類型嘅物業，邊一個發展商係最適合你嘅。咁我相信而家啦，2026年咧都仲係非常之適合英國嘅投資。我自己就會介紹可能係買一啲大學城附近嘅物業啦，就會有一個比較好嘅租金回報同埋呢一個資本增值嘅潛力。咁當然啦，保值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呢一個英國大部分嘅物業都可以俾到你嘅。咁多謝大家今日收睇我對英國呢一個樓市點解佢哋唔會跌市嘅少少分享啦。咁如果你中意我嘅內容嘅話咧，歡迎你都可以 follow、subscribe 我哋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同時我都有自己嘅Instagram 嘅 account，對我嘅內容有興趣嘅話，都歡迎你哋可以 follow 我嘅 account。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